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，经过2个多月的审理，检方认定黄孝庭涉嫌用人头、薪水保管等方式来诈领助理费。按照贪污罪甲公务人员定在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。摕现金来到法院，伊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的小妹，但要替阿兄交保。法官裁定黄孝庭以150万交保，限制自居甲出境出海，并且爱使用电子监控。高雄地方法院表示，是因为黄孝庭犯罪事实拢自白，而且检察官调查了后已经有掌握，同意交保。第2、第3、第4届议员为深受肯定之民意代表，竟然利用议员身份长期指示，以申报人头助理及低薪高报等手法诈领助理费用。黄孝庭获羁押2个月，检方第2备案涉嫌犯贪污罪，和公务员定在不实等罪嫌起诉，去服务处工作人员拢无回应。检方发现黄孝庭涉嫌以假人头、假薪水、官报诈领助理费。做第2届议员的期间，助理申领的薪水上悬2万六，以3万到4万申报，涉嫌以假人头诈领助理费1309万5千块，假薪水保管到145万5千块，计共1455万。伊承认所有的犯行主动缴获全部的犯罪所得，建请法官用较轻的量刑。羁押期间，他当然不能来参加会议，就大概就是影响这一段期间的那个出席会议的权利，其他都不会有。起诉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他还要经过法院的一个审判嘛，所以目前还不会对他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对黄孝庭动机的问题，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表示，需要经过科技会讨论。律师林书涵是指出，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的官司，伫选罢法3套修正通过部分条文了后，只要伊伫3审定宪了后，宣告有罪，包含原刑在内，拢适用袂当阁登记做候选人的规范，等于是一世人袂当阁参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